大家好，希望你哋可以每日用10分鐘學下粵語廣東話。今日第一堂話題係面試，考官會問你試下自我介紹啊。大家好啊，我叫做陳大文，係來自深圳嘅中學。我對科學非常之感興趣，並且希望能夠喺呢一度進一步發展我嘅知識同埋技能。面試官問你點解你要揀呢一間大學呢？考生就答：我對貴校嘅特色，例如教授啦、研究、校園文化都非常欣賞，並且相信呢一度能夠提供俾我實現目標嘅良好環境。講下你嘅學術背景啊，或者你喺學校嘅表現。我喺過去呢幾年裏邊，喺我嘅科學方面特別出色，參加過相關嘅比賽同埋研究，呢一啲更加確定咗我自己嘅方向。講下你嘅興趣同埋愛好啊。除咗學業，你有啲咩嘅興趣同埋愛好啊？我好鍾意運動、睇書同埋音樂，呢一啲都能夠幫助我喺學術之外平衡自己嘅生活。咁你未來嘅計劃又係點啊？我希望能夠喺科學上面工作，並且通過進一步嘅學習、實習嚟到不斷提升自己。你有冇啲咩嘅問我啊？係啦，我好想了解一下喺科學方面嘅課程、實習機會、學生組織等等嘅信息。亦都好多謝你畀呢個機會畀我面試，期待能夠成為貴校嘅一個學員。講完呢一段嘅對話，頭先有一啲嘅字，我都好想大家比較學習一下嘅。專業有啲咩嘅科目呢？可以係商業、商科、工商管理科啦，或者係喺運動科學方面啦。對貴校嘅教授、研究、校園文化都可以再重複溫習一次嘅廣東話嘅。另外就係參加過相關嘅比賽，研究呢一啲都更加確定咗我自己嘅方向。興趣方面，我好鍾意運動、讀書同埋音樂。希望大家可以每日抽10分鐘，重複咁樣練習廣東話，一定會能夠提升嘅。